一次签这个斗智风云，然后也邀请了这个我们东华大学教授徐学仁教授畅谈生活中学汉字的这个字的由来啊，中国造字的字的由来，探源中国的字，我们每一个字都有它的深意。如果我们能让儿子从小好好习字，从字里面去延伸到每一个细节，那对孩子将真的是非常的简单。那不止在汉字有温度之后呢，7月份啊，13、14呢，还有在南区哦，现场发现怎么只有在北区办这个儿童的读经的家庭啊，这是教育区办的啊。那南区的还有一个照顾，所以南区呢又在9月份暑假又在办一场。那时候呢，刚刚我跟丽茹老师在那边，其实我们除了社区的推动，还有道场的事务。我们发现了开不完的会，像后学呢，2、3、5到整天去到学校带读经，有时候也会碰到礼拜1到场的会议，礼拜3可能是礼拜4固定协会的会议，礼拜3要社区读经班，有时候，但记得，像县长这个行政会县长哦，那他也特别会，因为玉到玉里哦，开了车程呢，大概从花莲市到这个玉里大概也要1个半钟头，他也清点哦。虽然那天报名南区的学生很少，大概60、70位哦，他也一样哦，没有一心告诉我们，当天才告诉我们说，县长跟处长哦，也莅临到现场哦，来鼓励。为什么要这样的鼓励？因为呢，他在年底，今年的年底，在明年初要办花莲县的一字千金的这个擂台赛，即将要录制成电视这样的影集啊来做 PK 啊，所以很重要的，我们自幼将几万字的这些的我们的经典啊，注入在孩子的心灵上，未来社会上遇到事情啊，能沉着稳重，用智慧来解决哦。所以我们必须开发心智，传承智慧，乃至于汲取智慧最棒的一个精华哦。所以我们将经典呢，透过游戏呢，带入到让孩子从生活当中来领略圣贤经典的这个奥妙，其实真的说实在不够多。我们曾经的时间志工带领大概是30分钟，就交由导师跟师长哦。幼儿养性，同门养正，少年养志，成年养德，这是圣贤呢把规划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区隔。那么在幼儿时期，在《三字经》里头提到，《三字经》第1句话：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将这中国5000年来的繁体字的渊源延伸到日常生活当中，因为读经的教育真的对我们下一代非常的重要，尤其在道场的扎根更是重要。我们为什么看不到协会班的孩子慢慢的断层？我们为什么我们的体系、我们的人才也慢慢的萎缩？我们希望将社区的读经班用在道场。为什么道场办读经班这么困难？因为我们进入道场的第一道就在开始筛选了。像后学我们是11道院，进到1楼就被筛选，为什么？5尊佛会被筛选。我们1楼有5尊佛，有金母娘娘，有关圣帝君，然后还有这个南海古佛，还有那个道德老子。那有些如果他是基督教，有些他没有信道佛教，他会进去就说，这一次来上课，下次你问他，为什么某某人你又再来读经了？他告诉我们说，不要去，孩子看到那5尊佛好看一好，真的就是这样。第二点，因为你们是什么？一贯道。真的，我们这一扇门就已经帮我们筛选了很多的学生。但是今天愿意进来的每一个学生，我们都不能错过跟他。我们一定要好好成就成全他，因为养正一个孩子，振兴一个家族；养正一群孩子，振兴一个民族。我们的希望真
的希望文化才能将经济永远的昌盛，才能永保国家的和泰平安。如今呢，我们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睿智的眼光，善用李应道是三首。另一方面，几乎很少在群体中是右脑，右脑是头脑里面之前留下的智慧与真理的故事。相对于左脑的精打细算，右脑则体现了我们生活中真正的价值观。自生命诞生的经过几十亿年而生存下来的人类，有许多具有勇气而且自信出存在于人类劳动的当中。当我们使用右脑时，脑波会出现阿法波的状态。好，我们会发现很多孩子啊，来到了甚至还没进到读经班，可能有时候陪着家长来听我们的，就是学长们来上我们的一些课程的时候，心理课程，孩子坐在这个椅子上，或是在这个地方跑来跑去，但是你会发现，孩子来久了，他们也慢慢的静下来。为什么？因为所有讲的课都是你让我们岁月的淬炼和至今，我们仍然传承，仍然继续的要去读经。那么透过读经，我们会发现，家长认为送到医院，医生说你这孩子过动啊，你必须要去治疗，必须要吃药。那我们读经班很多都是有些父母说，不要说教过来。那我们孩子呢，讲话有口疾，讲话呢整个有点不标准，然后非常急躁，然后老师说他有躁动症，医生说要吃药。但是呢，经过了读经一段时间，我们发现左脑是不安于私语，但是经过了圣贤读经典的陶冶之后，我会发现来到班上跑来跑去的学生，突然有一天，他可以静坐在椅子上10分钟、20分钟、30分钟、1个钟头。为什么有这样的成就？因为圣贤智慧的经典，每一个字它都有满满的大能量。所以，当我们开捐在开之后，我们都希望孩子朗朗的读出声，而不是默默的念在心里，很重要哦。那么，我们的一辈子为什么非读经典不可？非选择最有价值的经典来读呢？因为人的生命有限哦。早上后学的另外一个警报里面也是有提到，所以呢，熟读一些有高度价值的书，可以直探人性的本源，激励吸收人生的智慧，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较能迅速的启发自己的潜能。因为我们的潜能如果没有开发，那个潜能还是只是潜能而已。但是我们开发之后，我们会发现做任何事情的事半功倍的吸收，并且呢，眼界远大，胸怀开阔，可以对人生的未来有全面性、合理性的规划及安排。这就是古人所说的见识，就是现在我们所谓提到的文化教育。那么要启发理性，开拓见识，陶冶性情，除了读经，恐无别确切之方哦。那么，让后学最震撼的，为什么？后学在孩子大概20年前听了王才贵教授的这一堂课，他说，李艳丽花10年的时间都在读吹泡泡，吹泡泡，先吹一个小泡泡，再吹一个大泡泡，小泡泡、大泡泡，一个个都上天上来。那么那时候我儿子读了小学1年级，他的课文题叫做，或许现在印象很深刻，小花开了，小白花开了，小红花开了，小花一天天开了。这是他国语课本的第1课。我们刚开始1年级是要学
概几周？有妈妈还记得要写几周了吗？大概反正就是要把我们的这些的基础要写好，因为大概好像有6、7周的时间，就是要写 PPT， 对不对？写好的第一个，到现在同学还印象深刻。或许问我的儿子1年级，问他说：“这一个课文题，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他说：“妈，就小花开了，红的花也开了，白的花也开了，小黄花也开了，小花一天天开了。”小朋友都不用我解释，他都明白。心里想，或许心里想，我真的要花这样的时间，让孩子在这小学过程里面读的就是这样的白话文之外，其他的都没有让他充实的机会吗？所以那一刻开始，后学跟后学先生带着孩子就在佛堂呢，这样的1年，我们也就在佛堂成立了这样的补习班。1个宝贝还不够，再来生第3个。因为教授说，如果你今天听完这些课，你没有让孩子从幼儿时期1岁就开始胎教，就开始读经的话，你觉得很后悔，没有关系，从现在开始，你还是可以去生个读经宝宝，然后学是真的去生个读经宝宝，还不单纯，而且是真的就是要开礼数的读经宝宝。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姐姐，如果您现在都是单身的，你可以做这样的选择，真的是不错哦。所以呢，当我们念的给孩子除了学校的正常的课程之外，带实习读经班，带领他们带这个四书五经带领下去，发现真的是不可思议。孩子现在在读理科哦，他前不久在上系课程，就是研习课程呢，分享的时候，让我们非常看的一句话就是。经典不只是给我们知识、学问，还带领我们做人做事。这是我们在书本里面所学不到的。所以呢，人类有2大部分要学习，第一个部分就是记忆力，第二部分是理解力。记忆力在0岁到13岁，这是心理学家所做的一个就是研究报告。杨斌博士也针对读经教育做了非常多的深入报告。其实今天后学所分享的，只是后学从接触读经到后学带领读经的所有的经历的历程。但是像这些博士、硕士们说的都是有依据、证据就是有例子就是做一个就是考研，做一个评量所研究下来的。这里面呢有提到的就是0岁到13岁以前是我们记忆力最高峰的时候，那么13岁以后的我们。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前记得一间可能马上记、马上背、马上记，但是现在随着怎么样，马上说、马上忘但是理解力就不一样哦。理解力呢，会随着我们年龄的成长而遇到人事地物的不同，而以前不懂的，老师讲的你不懂，师长讲的你不懂，父母亲讲的你不太理解，但是呢，进入到社会上班之后，你发现。老师讲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呢，当我们18岁以后渐渐成熟，但依然因为经验及思考磨练，一直有不断的进步，直到为止。所以呢，我们希望经过训练的记忆力跟理解力，它有不可思议的大进步。我们千万不要错过13岁以前的这个教育读经的好的时机。那很多人都说，哇，那13岁以后接触读经就没有机会错了。我们13岁以后，我们现在在座的各位，包括后学，更要来读经了。为什么？因为呢，我们发现，我们进入到了60岁、70岁，如果我们把佛堂的《经济经》《心经》《弥勒真经》，甚至《金刚经》《论语》《中庸》《大学》，都能每天勤读之后，我们的脑筋也不容易退化。我们透过这个曲线图来看我们以正常的人生的历程来看，到了13岁之后，慢慢记忆力是会下滑的。那我们的理解力会随着年龄而因为人事地物的成长而慢慢理解是抛弃是往上飘的。但是经过训练之后的理解，不可思议的这个抛物线，看记忆力是往上飘。所以呢，
包括后学在内哈，后学带领的就是孩子这样途经过来，发现到了这大学中庸伦理，哎，怎么都常常有时候就浮现在这个头脑里面了。原来我们曾经读过的，因为常常在念，常常在看，在最后呢，就变成记在自己的这个脑袋里面去了哈。那如今，我们把人呢，我们人的一辈子有规划了4个阶段哈。第一个阶段叫幼儿养性，优美人和的练力。在孩子3岁以前，牙牙学语的过程，妈妈们、爸爸们，我们需要做到是什么？除了如果接近佛堂之外，平常日放优美中西方的音乐，包括我们这些圣贤智慧经典的录音带哈。那后学以前怎么做呢？那时候还是卡带的时候，或是 CD， 客厅一台提的这个录音机，厨房一台，房间一台，不管到哪里，随时按都有。那吴老师他也没有跟着，有没有学长？他也没有跟着你读啊。小朋友在玩积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改天你跟他接人之，会跟你接什么？书啊，就像我们玉茹老师的一个孙子啊，他有录一段影片，真的就是这样。当他牙牙学语的那一刻起，他就可以跟你接有3个字的弟子什么为圣人，对，他会跟你接有。第2个阶段是同门养正，圣贤智慧的调理。第3个阶段是少年养志，理想抱负的服务。所以呢，孔子在15而志于学30而立，15他就知道他人生的方向要好好立志来学习哦。那么同门养正、圣贤智慧的考验，就在我们小学阶段，我们除了读学校的这一些的教科版本之外，我们希望用圣贤的经典的读经本来陶冶他的兴趣。那到了第4个阶段，成年养的，哎呀，我老了，我60岁，我70岁了，佛堂好像似乎也不需要我了，没有用，对，我们更要主德流芳。我们要把这一辈子走过的人生的历程，这个德性，好好的将它传承过去。在我们的四书读经纲里面，有很多的老和尚也愿意来护持，真护持。我们很想护这位学长，这位年轻的学长，这个年轻可爱的学长。那老和尚说，我怎么能跟他们有代沟？不要那一种。有啊，我们的前贤呢，我们的慈悲的前贤呢，我们给我明白啊，就可以来。多来几次之后呢，改工他就这边老师，媒体，我前几周做的行节目，他提来你看不准，我们老菩萨就可以做这样的动作，当做他是谁，我们的谁呀？孙子来观看，不要当做说，哎呦，这看起来就很像这个我找一个空格，我家空格啊，那你看帅哥都乱高的，哎，可能跟这些孩子没有代沟。我们还没有去跟他们接近，我们都这样想，那怎么是带青年班跟学界班？所以呢，我们在青年班、学界班，虽然我们年纪已经都50岁了，照样一样，该活泼的时候要活泼，该记得要动机思维。这些孩子呢，会把你当做什么？天天我因为后学在学校，他们也没有教理事长，也没有教老师，连主任、校长他们叫什么？甜甜老师，因为中间有甜嘛，甜甜老师不就甜甜嘛，哈，就是这样讲。他们把你当作是妈妈在关心，妈妈在疼爱。所以我们这些菩萨，这些老菩萨、长辈菩萨们哦，这些讲师们，当你这些读经班成立的，去护持，点心时间去帮忙护持。今天家里有产白玉了，把白玉剥好，放在后面的架子上。家里可能有菱角的，配着菱角，要撒后哦。放在后面，我自己会做这个三明治，做好，每天下课的时候，就让这些新的家长来吃。那我们早期也说，哎呀，下课不应该都9点了，怎么可以让学生睡前不应该吃东西？可是现在的孩子回去有马上睡着吗？不可能，回去一定跟爸爸妈妈说，阿公妈妈报告呀，爸爸妈妈我肚子饿了啦，刚刚路上不好笑，看到什么花花的，我想买来吃。爸爸妈妈塞奶之后，阿公妈妈塞奶之后，孙子塞奶，你们会不会买给他吃？一定会。所以呢，点心不要很多，点心怎么样？点心哦，不要太多，不要多，准备一些，
但是长久下来培养感情，你改天要做这位家长也比较好开口哦。好，教育是从什么开始？在西方人，美国他们认为是6岁才开始，为什么？就像我们讲的哈，7岁被到给哈，不过现在已经没有照这样，因为现在的妈妈们的营养都太好了哈，他们认为认知的那一天才开始认知，但是我们中国真的，中国人太有智慧了，发现我们要从胎教，从0岁教育就要开始培养哈。好，所以呢，教育的时机点就是从生命的那一天起哦，从胎儿，从怀孕的第一天就开始要涵养哈。那儿童的教材，我们教育什么内容呢？才能使整个人性得到最好的开发，才能对人生呢有更大的影响，还能成为我们理想中的人才哈。那经典就是最切合人性的著作，所以呢，我们的教材就是经典。那读经的教材这么多哦，有《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老子》《唐诗》《诗经》《易经》《文观止》《文选》《孝经》《弟子规》啊，《常言举要》莎士比亚14行诗等中西方的圣经也可以读，都可以读哈。那么到底刚开始成立读经班，很多老师问起，到底要从哪一部经典？或许我们从前的培训课。或许读了《论语》之后，会发现一定要从《论语》。那《论语》我们大家可以配什么？三字经，因为家长都认为3个字的比较简单，但是殊不知3个字的一个班级哦，前面三字经会不会读？全班都说会。前班开始念说《弟子规》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本善，后面怎么样？没有声音，为什么？没有一个小朋友，40个小朋友，没有人可以从头念到尾，都是前面，都是半弟子规是前面，但是后面都没有。所以3个字的就是很简单，那是因为家长的认知。如果认为很简单，整部把它背起来，另外还要去做到，把它例行在生活中，那就不简单了哦。因为三字经把它念完，就知道中国的一个历史。那么弟子规如果能每天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哇，你看读弟子规就有这么大的成果，那可见真的是功德无量。读经有这么多的好处啊，提升的记忆力、语文能力、品格力、恭敬心，不只是对经书、对人、对事、对万物培养关系心，还有对人际关系，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专注力。那么博览群书之后呢，我们就不用把孩子送去补习班补作文。台北现在很多补习班里面是作文补习班的哈。那么殊不知做补习班的老师回去之后，建国中学的陈美如老师曾经到花莲去分享一堂课，他的课都是教精英班，他的班级都是将来那些建国中学都是成为什么，就是台大的啦，或是那个长庚医学院的医生哦。但是他的暑假作业并不是给他们什么作业，他们就给他回去暑假2个月，第一个文观止，第二个背唐诗300诗。文观止，你看整个历史的演化啊，中国历史的演化都在里面。那么唐诗呢，如果你都能把300首都能朗朗上口，你对这个作文的整个里面呢，如果呢能带进了这样的雅风跟韵味的时候，那可见这个文章呢，人家就发现老师在台上，这个文章太有内涵了哈。所以呢，儿童读经是最好的脑力开发及潜能性的训练。那么左脑是贝塔波，经过语文的刺激之后，经过我们这样每天朗朗上口读经之后，一直读到这，它可以去很重要的就是刚刚我们看到语文里面说的，人类储存的这些智慧都在你的右脑。那么透过经典读经，我们可以让不安于思议的这个波动变成非常的平静，转换成阿法波，用阿法波哈。然后读经其实它还是有4个原则啊。
第一个要做什么？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及早读经，0岁到13岁，大量读经。半小时啊，不好意思，自漏了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哦。每天至少读1次，因为半个钟头，不为过，其实很少。当孩子回去下课哦，可能用5心哦，那或许早期在陪孩子读经的时候3个，或许如果出去晚上有班，那就是李学长在带。那怎么带？就是空腹前读经是下午钟，早上、中午、晚上。那为什么要空腹读前？谁知道？答对有奖送一颗棒棒糖。哪一桌来？我们点第6排好了，第6桌，随便点，随意点来。第6排在哪里？挥挥手好吗？举手一下，好，第6好来，然后就来，请就你黑衣服的这位我们学长请站。刺激脑部啊，肚子吃饭为什么不能拿吃饭前读经？饿的时候刺激脑部。亲爱的学生，那我有机会了，好啊。肚子饿的时候刺激脑部啊。血会流到脑袋不清楚，昏昏的样子，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所以然后会昏昏欲睡。饿的时候你脑部。好，帮我们给他一个爱的一下，好不好？爱的一下，看他哦，爱的一下。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路，老实就读，不管其他，不要花俏，才能培养孩子的稳定性哦。但是在上课时间呢，因为长久下来，孩子也疲了哦，那也还是有一些的技巧跟方式。那待会一并来示范快乐读经。来，我们一起来把这一段念一下。不跟今日、每日就值得肯定，用赏识教育陪伴我们的孩子。要把孩子忙，再来读经班，人就走了。哎，吴老师，我9点半再来接孩子，1次2次可以，不要长久。1年过后，2年之后你也这样，你发现别人的孩子成长，我们的孩子还是在原地。为什么？因为我们陪伴的时间不够多哦，陪伴很重要。那么我们也针对读经呢，做一个就是100多份的问卷哦。一般大家都是肯定哦，读经之后有这一些的好处。那读经对品格的影响，大家都是赞同的哦，大家都是反应是非常好。所以读经百遍，其义自现，时机成熟，自然理解。那么现在你会觉得哇，读孟子好难哦，很多老师说我们不要选读孟子啊，孟子好难哦。但殊不知我们会觉得难，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去接触它。我们不常听，不常念，所以我觉得很难。如果我们今天常常花时间来读来念的话，我就不觉得它很难哦。经过开发的这个大脑看，它的整个的那个是不一样的哈，他们的突触会是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多给孩子刺激哦。多给孩子刺激之后，他刺激点多的时候，他将来的反应力、他的吸收力也比一般的孩子多，而且会让孩子真的是，因为我们反复重复的读，让孩子过目不忘。那经典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名人的见证啊，这个就是比尔盖茨哦，在小时候呢，他的父母亲呢要请他读圣经，马太福音里面的新约章哦，大约3万字，等于6本的这个5000字的道德经哦，读这些的这个经典。那不可思议的就是比尔盖茨呢，也缔造了世界首富的基础，最重要的就是他有文化的基础哦。那这就是杨定一博士，我们可以上网去搜寻他所有针对读经、对静坐、禅坐、读经对我们人的成长哦，对孩子的这个培养的这个安定力啊，还有就是种种的好处呢，杨定一博士有做的研究。这是杨定一的博士的女儿哦，是非常的优秀哦。那这些人都是犹太人，犹太人在全世界以占总面的人口来讲哦，其实呢，他们呢
目前大概1400万人，但是以世界70亿的人口来计算，他们只不过占了%，但是从1907年到1973年哦，他们的诺贝尔组就是那个时候的统计有411位这么多，那几乎呢是在每一个这个就是他们因为32%的得奖的人都是犹太人，那百分比等于是百分贝。那么他们呢这么多的这个天才，重点是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幼儿教育。那我们现在的孩子基本上父母亲呢，因为要双薪，因为要养这个家，都上班去，可能在幼稚园就把孩子送到托儿所。那到了国小以前都在就是幼稚园成长，很重要的。孩子一直就是到小学也去上了补习班，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补习班。这是学者在分析的，那也是后学的经验告诉后学，我们都没有给他有太多反刍思想的空间。我们把他的时间排得太满，白天上课，晚上学钢琴、学才艺、学英文、写书法，把他的时间都占满了，我们就认为送给他最好的学习。殊不知，其实陪伴那个时候你是老师在陪，并不是父母亲陪哦。这是最近很多的教育心理学家分析的，就是说我们要陪啊，重点陪的不是我们。以前的农业时代，父母亲在忙，中午回来吃饭，跟孩子进餐，晚上在忙也回来一起共餐。假日没有假日，但是几乎孩子爸妈去农田里面，孩子也到田里面去，所以父母亲跟孩子的相处的模式非常的融洽，而且很温馨。那为什么现在时代孩子当做父母亲教养他是理所当然？你给他3餐的温饱，给他培养高知识分子，认为都是正常的，他不知道来反哺父母恩。为什么？因为这样长久以来，从幼稚园到国小，到国中，到高中，一直陪伴他最多时间的几乎是谁？在幼儿阶段，如果你送去保姆，是保姆在陪伴8个钟头，从早上的可能7点一直到晚上5点。到国小，从早上的8点到学校，到下午的4点半下课，只有假日的时间。所以为什么很多的老师发现，当孩子放了暑假，3年级这些孩子都是乖宝宝，很奇怪，放了2个月的暑假回来学校之后，孩子没有办法教，生活秩序整个都乱了步调。那也另外很奇怪的是，1、2年级也是像天使，为什么到3、4年级也都不同的转换？1到5守规矩，到6日放个2日的这个周休2日之后，发现礼拜一来的时候，老师要重新再去管教他们的秩序跟规矩，这是老师不可思议的。亲爱的所有的学长，我们来想想这个问题，为什么这样？这是蛮严重的问题哦，因为父母亲在意的，我花钱给你去补习班，当孩子月考回来之后，因为后学到现在跟后学的先生林学长到现在还是有到学校去做导护工作。礼拜3的中午，我们曾经看过一个路队过来100多个学生都是某个补习班，考试件今天是考试，然后补习班老师就负责收那些的考试件。第一句话就说，比如说看到我，吴铁妹，怎么考那么差？才考数学考83分。你看补习班老师见到我第一句话是这样讲，这已经被补习班老师讲了嘛因为补习班很重视的是什么？全班成绩，我这个巨匠补习班补出来都是要100分嘛。今天在补习班已经被老师让念，这个这么笨，这1加1等于2，怎么都算错呢？好，回到家里，爸爸妈妈也很辛苦，今天还被上司念。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小朋友放学，对不对？看到那脸色，其实就知道他今天考试考得好不好。偏偏爸爸又爱问，吴姐妹，你今天数学考多少？你今天看到小朋友那个头累累的时候，头低低就怎样，就知道怎样。考不好，就是爸妈其实没有在，可是父母亲还是很在意。怎么才83分？怎么这一题会错？这一题就是答案就是1啊，这个应该圈啊，不是叉。殊不知100分有时候就是很难，就是差在圈圈跟叉叉，不是吗？想问，是我们自己在读书的时候，我们有办法每次都考满分吗？真的没有办法。我们在意的是
孩子在学习的过程，考试是知道这一段时间到底他读的怎么样，到底有没有把老师教的知道了。可是现在的教育指的是练习，所以0岁、3岁、5岁，不同的功课给他们哦。3岁要背祈祷文，5岁要背诵圣经及摩西律法，到7岁要背诵这个摩西律法古经中的创世纪啊、出埃及记等，到7岁还要读圣经剩下来的这个部分的犹太教法法典。13岁成年以前呢，就是要把刚刚所说的只是他们的基本学问哦。那犹太人主人他每天早上都要做礼拜，那就是祈祷哦，大概150。可以想象孩子这么小，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之后，他竟然都会背诵哦。所以呢，不可思议的，一旦大脑的这个大容量接体打开之后呢，接着下来就很容易吸收各式各样的这个知识啊，完成一个高技能的电脑式的哦，这个很不容易。总结有多少福气，让大家来念，就能读多少经典，读多少经典，就能拥有多少福气。10年树木，百年树人。好，我们花莲县读经的教育的美好，及台南读经的美好，正因为有我们大家的坚持跟持续，永续的传承，真的需要每一位我们所有的亲贤大德一起来努力，因为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是咱的新华宝贵哈，都是我们未来的希望哈。我们将读经就是我们送给孩子一生受益的相片哦。也是教育处也为读经还有推动阅读做了成果展。那这是我们去年读经会考的这个介绍，看一下，分享一下。就是有开罗，相信这边也有办过好几届的读经会考嘛哈。那我们也是一样哦，非常感谢我们的田园师从第一任的，就是接下就是花莲县读经协会的这个棒子，然后传承，然后或许有这样学习的机会，那或许今天才有机会站在这个地方来跟大家来做分享。那一样哦，我们这期间呢是动用了400多位的这个志工哦，这是外面的读经闯关区，大概设立了15个闯关哦。那这些孩子们都是来自于国高中的学生哦，来做服务。那服务结束之后，我们协会呢也会特别颁发给他们做感谢状。这是我们的彩街哦，彩街大概需要到处去街上哦，让花莲市的这个乡亲们知道说哦，花莲办这个一场1年1度的盛事，而且是这个铁牛车也上街上去，非常浩浩荡荡的走上街头啊。花莲的好有趣。这个我们看到家长跟孩子都陪伴着孩子去采街的那一刻，其实很多小朋友说，家长说，哎呀，我的小朋友太小了，没有办法去采街哦。其实有时候父母亲都太替孩子设想，但看到这么多的小朋友在走路，他其实呢非常勇敢的会把这个行程孩子适时发挥空间嘛。当天呢，其实办理会考为什么要邀请这些民意代表呢？因为很重要的，他们除了赞助经费之外，如果推动读经只有民间团体来推，其实是觉得这个力量是不够的。所以刚刚看到是市战会的主席，还有我们的市政会县主任，刚刚的花莲市的市长，对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视。相信在这边遇到了我们很多的学术以及很多的科学、很多的教育的时候，没有人格品德的奠定，
的情形。好，接着下来后学要分享的就是成立读经班，我们准备的是，不是读经示范跟班级经营啊。那我开错单，不好意思。好，在开设读经班以前，其实它有非常多的一些的反复工作哦。那这些的反复工作，其实也需要我们带领的点传师，还有我们所有的干部前贤的护持。因为光靠一个后学的力量其实有限的，尤其我们在一个道场哦，我们相信透过团队的力量哦，我们绝对可以把功能发挥到最好，每一个人尽其性，尽其才去用。然后，当我们上读经班哦，其实读经班的课程，私塾读经班，我们基本上呢都会。我们现在就进入这个模式哈，假装大家都是学生，那我们现在上课，这样可以吗？可以哈，因为后学到学校呢，这10几年来，不管到哪个班级，分配到哪个班级哦，老师真的很尊重。虽然我们是一个不是专业的老师，但是进到学堂、学校哦，公部门的学校，基本上班长都会喊起立，敬礼。这是学校，这个很奇怪哦，老师坐在后面哦。那当班长说起立敬礼，谢谢甜甜妈咪的时候，这个时候老师是在用电脑，对不对？那你各位亲人大家想想，老师这个时候是坐着还是站着？站着。老师非常，他是站着，他要以身作则，所以老师也是站着。谢谢甜甜妈咪的时候，老师也是站起来谢谢哦。那他们其实也不吃亏啊，因为他们谢谢的时候，后续还是有谢谢所有的小朋友，谢谢老师，爱你们哦。这是后学的习惯哦。好，来，我们现在呢，假装呢，我们现在在私塾读经班，在我们的佛堂或是社区读经班，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模式来，前班请起立。起立。向至圣先师前30公里，一鞠躬，再鞠躬，3鞠躬，老师请出列，那就是带班的老师。现在如果有穿背心呢，是当天每天授给老师请出列。来，简老师、林老师请出列。这个指礼人员就是向老师请见面礼，一鞠躬。那小朋友说什么？老师好。向老师请见面礼，一鞠躬。老师好。好，我们向左向右走啊。如果你的中间你的排位有4排啦，或是有6排没关系，就是中间这边来，这边是中间哦。大家转到后学的中间，面向中间来转过来，向左向右走哦。这个时候标题是大家如果简报回去，改天你们就可以自己设定哦。一般我们就大家都习惯了哈。那基本上龙一本上面我们是会写的哈。好，向老师行见面礼。如果指理人员喊完之后，你们就要说什么？大家好，就大家好3个字，然后互相敬礼，对，就是跟家长哦，还有就是小朋友问。好，向家长及同学行见面礼，鞠躬。大家好。好，请坐。好，假装我们第一堂课呢，我们现在呢要请我们的学校的时间呢，就是晨间时间，老师开朝会，善用上课前的5分钟，每天至少读5遍以上哦。那上课前，因为老师去开朝会回来呢，可能班上乱糟糟的，包括读经班，老师还没有上课以前哦。或许记得那时候早期在花莲比较少这样的研习之前呢，或许就是自己搭个。那时候还有这样的班车，凌晨1点的火车，直达了到台中师范学院，一听整堂课，整天呢不是王才贵